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首先想请教你，就是总体上你怎么描述就是目前的美中关系？他们之间是在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之中吗？还是说是一种别的什么关系？肯定是别的什么关系呢？不是新冷战，不会是新冷战。第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政治方面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中国的那个政府很可能抱怨说，现在美国就试着遏制他们。但是我觉得，如果美国真想遏制中国呢，我们的那个投资经济方面的政策不会是这样子的，肯定现在有一些限制，但是肯定不会说我们完全限制我们跟中国有什么样子的关系。第二部分很可能是更悲观的，这就是冷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时期称为冷战，是因为那个苏联和美国没打仗。但是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中间，我们打仗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所以也不会说只是冷战的问题。那个我们说英文我们会说日战的可能性还有。目前这种状况其实要比当年美苏之间的这种关系还要更糟糕啊，因为像你说的，实际上是有一种热战的可能。对，日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谈到这个问题，你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美国对于中国还有对于台湾都存在一些误解哈。那我想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就是让你就是跟我们比较详细的阐述一下，就是在哪些方面你认为美国对中国存在误解？我要先说，现在美国的政策是一种反应，就是中国那个军队现代化，然后开始威胁台湾。在美国，我们就是讨论应该做什么。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提高和改善我们在亚洲地区的军态。我很支持这些政策，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威慑，很可能中国会动手对台湾动手。但是另一方面，那个纽约报告我写的是我们的误解。我觉得这部分呢，美国的领导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很明确的说他们会保护台湾这个是一种威慑，会说服中国不动手。但是据我所知，中国的看法是他们就想一想应该不应该有那个武力的统一，他们只会看美国有什么样子的那个军队能力，他们要假设我们会干预，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很可能他们不干预，所以我动手呢。他们要就是想出来，肯定他们会干预，然后继续想一想还要做这个。我也觉得那个有的美国人，我们觉得那个和平统一是不可行的。就是如果你就客观的看这个情况，我们看那个在台湾的调查等等，没有人很愿意和平统一，所以中国政府就告诉我们你不应该担心，那个唯一我们会武力统一的情况就是和平统一不可行。他们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有一部分就说，如果那个历史方面的条件就是丧失的，我们会就是武力统一。但是我觉得我呢，别的专家我们觉得那个历史上的条件已经丧失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那个中国政府也会觉得和平统一是不可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我们的政策就说服他们和平统一是不可行的，这个很可能会鼓励那个武力的部分。这是你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误解哈？那你说，其实美国对台湾也有一些误解，你在那篇文章里面，那这些误解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有的人他们会看那个台湾和乌克兰战争，他们会比起来那个两个情况。对。但是
不是很相似的。如果你看那个军事方面的，有的台湾人，如果你看那个调查，他们觉得因为美国在那个乌克兰战争中的情况，我们没派兵，这个意味着我们不会派兵帮助台湾。但是呢，我觉得拜登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派兵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想保存美国的军事实力，所以如果要保护台湾的话，可以那么做。所以我们不愿意就是直接干预那个乌克兰战争的原因是，所以我们可以保护台湾。所以好奇怪，台湾人觉得如果我们放弃乌克兰，这个意味着我们也会放弃他们。第二部分，很多调查就表明，台湾人他们觉得美国不会直接干预，但是我们会卖给他们，送给他们武器。但是呢，如果那个战争爆发的话，美国没办法送给他们武器，因为是一个岛，所以把这个武器怎么到台湾，对，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乌克兰这种战争，我们可以用别的国家，比如说波兰帮助我们给那个乌克兰武器，但是那个台湾的情况是根本不一样的。现在这个美中之间因为台湾问题而这种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每日剧增哈，那你我看到美国其实所谓的建制派就包括军方的将领，还有学者各方面的，其实对于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意图有不同的评估，对吧？就是有的认为他很可能很快就会对台湾动武，有的认为就是说都有不同的一个时间线比如是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年份，或者是2027年。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觉得习近平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看我们知道有什么事实。第一个是我们知道习近平说他想2027年以前，他的那个解放军可以有那个武力统一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他们得到这个能力以后，习近平会做什么？这个跟他的意图有关系。所以我觉得27年以前不会有什么战争，因为我研究的是中国的解放军，我就可以看从他们的培训等等，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呢，后勤武器的这种，所以他们不会明天动手呢。但是他们觉得准备好了以后，习近平会做什么呢？我觉得我经常问中国的政府，你们的耐心达到什么程度？我问他们，你们可以等50年吗？他们说肯定不会。40年呢，肯定不会。30年呢，肯定不会。然后我说20年呢，他们会很模糊的说很难说什么具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继续等一等。很可能习近平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不意味着他个人会那么做。如果他看那个情况，他决定我会不会胜利。我觉得他不会动手，所以这就是威慑是很重要的最大的原因。所以意图跟能力有关系。你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军方目前根本就没有这样就是武力统一台湾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这回是第一次，所以肯定如果那个解放军就告诉习近平，好，我们可以很快的做，我们可以。那个战争会结束，美国也没有时间干预，习近平很可能，他会觉得 OK 好了，我们做吧。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方面其实一直是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兵棋的推演的，就是讲如果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想你也知道，推演其实有不同的结果，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些不同的兵演的结果呢？最后完全解决台湾问题是不可思议的，我想不出来一个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所以我们只会拖延、推迟。就一直是推迟，就是保持目前的这样，尽量的保持目前这样的一种现状。对，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均衡有关系。所以如果美国，比如说现在我们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日本很愿意保护台湾，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也不会如果他们动手的话，他们会不会胜利，所以他们会进行新的政策，很可能跟俄罗斯他们关系会变得更密切，然后他们可以再想出来 ，OK， 现在我们动手吧。如果美国把一些弹道导弹放在附近，所以我们可以打中国的什么船只，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会想 OK， 我也会发展一些弹道导弹，先可以打美国，然后我可以动手啊。所以每一次就是一方想出来一个给他们一个优势的做法，那个对方也会想出来给他们优势的什么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状。完全改变这个情况是很难，我自己很难想出来一个做法。你是做一个预备役的 officer，right？ 而你同时呢，跟中国军方也有很多的沟通哦。那就是根据你对美国军方能力的了解，还有你跟中国军方的了解，你怎么看中国军方就是他的实力，就是在哪些方面你觉得他是有一些优势，或者哪些方面他尤其不足的地方，就你怎么评估中国军力的吧？我们一般来说会分开两个部分的能力，一个我们叫硬的、软的。硬的这个能力，这个意味着有什么武器、那个军态等等。那个软的这部分就看那个组织人类的那个质量。我觉得那个硬的方面，中国已经很强。我们可以看他们的武器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然后你看那个数量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一些方面，他们拥有的东西比那个美国军队有的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看那个软的这个部分，这就是习近平非常担心的一部分，他觉得 OK，那个人的质量不好，比如说他们教育背景从大学毕业的人，他们不愿意当兵，然后那个培训不好，然后那个组织他们刚刚进行一个来改变那个军队的组织的一些政策，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最后的是有30-40年左右，美国没打仗。最后的那个战争就是他们对越南动手了，这个是79年，他们打得不好但是很坦率的说，美国呢，我们一直打仗所以美国的那个政府那个五角大楼他们就有这个进行战争的经验中国没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缺点。你刚才说中国的军队在硬件方面其实已经都是世界上最强的之一，就是跟美国难道没有差距吗？所以很难说呢。如果你看什么战争，一般来说就看情况。比如说，我很担心台湾附近，中国有那个军队的优势，但是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离台湾很近。美国我们派兵的时候，我们要从加州、夏威夷很多很远的地方
兵，所以跟那个距离有关系。距离，对对，有关系。可是美国在日本还有韩国，但是很小很小。比如说我们在日本有一个是军地，对对，军事基地，对那个空军的只有一个，但是中国离台湾附近的他们有39个，所以那个差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看从中国更远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南海，在南海美国还有优势，因为南海这个地方非常大，然后离大陆比较远，所以如果你要很远打仗，你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要靠那个太空的卫星等等，所以中国我们有的问题，中国在南海也会有所以也看什么情况下。只是那个台湾问题是那个最危险的，因为中国有优势，但是别的情况美国还有优势，所以我不太担心中国会太aggressive，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个危机就升级了，他们没办法。对，你刚才谈到，其实这个威慑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需要对中国加以威慑，阻止它冒进，就是说非常采取武力去那个夺取台湾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你觉得就是在目前来看，美国还需要做些什么东西，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这样的一种灾难性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美国在亚洲的军态，所以我们有很多飞机、船只等等，但是绝大多数的不在台湾附近。有一些在日本、在菲律宾，但是绝大多数的还在加州、夏威夷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更近的一个地方。有的美国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更大声的说出来，我们会保护台湾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会提高我们的威慑而只是一种挑衅。那你知道拜登总统本人就4次说了这样的话，就是说美国会出兵去保护台湾，如果北京对台湾动武的话，你是在说他这样的一些表态实际上是一种挑衅的行为，可能会使中国反而去促使他去采取这个动作去夺取台湾。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一个挑衅很难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很多国家每一次美国那么说那么做，他们会觉得中国和美国都想怎么说来互相挑衅，所以他们把一些责任放在那个拜登的怎么说的身上。我觉得那个合法性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爆发什么冲突，如果那个国际的社会都说 OK， 我们知道中国做一些挑衅的事儿，但是美国也那么做，很可能他们不会支持美国，因为美国要考虑依靠很多不同的国家派兵去保护台湾，那个合法性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谈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哈，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中国方面这个目前还没有国防部长，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遭到调查，你对这个事情你觉得感到担心吗？就是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防部长。中国的那个体制中，那个国防部长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跟我们的是不太一样的。他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务是跟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在一方面我不太担心，这个不意味着没有可以控制他们军队或者什么呢？但是
可以表明中国的那个体制是不太透明的。我们都听出来一些八卦，为什么他不在呀？是他腐败吗？那个腐败有什么意思？有的人说，是因为他们发展武器的时候发展的太慢；有的人说，可能他跟习近平不太同意的一些，有一些政策他们不太同意，所以很难说这些领导人，这些腐败的情况对中国的军队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很难说，因为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是被抓的。就美国方面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李尚福为什么被调查？对，因为中国政府有时候他们说的跟那个正确的情况是不一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还是挺让人吃惊的，就是说你作为堂堂的一个国防部长，就突然就消失了，然后就受到调查了。那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中国军方里面腐败的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就看是不是因为他们腐败，如果是因为他们跟习近平不太同意，这个是另外的一件事儿。有的领导人，比如说我们可以听说过，现在那个俄罗斯打那个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他们打得不太好。有的专家说是因为那个普丁他那个为他工作的人只会告诉他什么好的事儿，如果他们说什么坏的，他们会是被调查的，或者抓了或者什么呢？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习近平决定他想做什么呢？有的领导人他们不同意，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一个状况。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是腐败的话，我觉得也很难说是好的事儿呢。但是这个意味着他们的现代化不太会成功。所以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很可能这个是好的事儿。谈到中国军力，五角大楼在10月份发布了一份报告哈，就是说，中国在过去1年中大幅增加了这个核库存。它这个报告里面提到说，目前呢，中国大概拥有约500枚可以使用的这种核弹头。在你看来，就是说中国为什么现在要这个大力的去发展这个核武库呢？就是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60年左右，中国他们关于核武器的政策是比较合理的、合法的。他们说，他们觉得核武器没有一个打仗的作用，只有一个威慑别国家用核武器打你的那个作用。所以其实那个苏联、美国一直提高他们核武器的数量，现在美国有5000多的，中国就保持一个非常有限制的。但是最近我觉得跟中美关系逆转有关系，也跟那个弹道的怎么说是维护 missile defense 有关系。导弹防御有关系。因为如果美国的导弹防御是很好的，很可能中国的那个300武器不够威慑美国。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要提高他们有多少核武器是可以理解的。我不太担心。不太担心中国扩展核武库。对，因为你觉得也只是一种威慑的作用。对。你觉得是不是也有可能跟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这场战争有关的？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说法，就是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出兵，而只是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就是因为考虑到，就是美国不想跟俄罗斯卷入一场核战争，就是因为俄罗斯也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核武那个这样的库存嘛？你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吗？我觉得不太有关系啊，因为
俄罗斯他们关于核武器的政策跟中国的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不高兴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危险用核武器。对，所以他们的那个核武器的 doctrine 跟中国的是不一样的。中国有他们不会是第一个用核武器国家的这个政策。也不会说只是一个政策，你可以从他们的军态来分析是正确的。他们的培训就是受到什么损害，然后用核武器。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很长时间，他们就想美国会干预台湾问题，还保持很小核武器的这个军态，所以我觉得不太有关系的。就是谈到这个俄罗斯和对乌克兰的战争，你觉得就是习近平从这场战争里面吸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我相信中方肯定是非常的关注这场战争的这个进展的。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在美国，我们经常会问习近平他学习什么教训，但是没有人说美国学习什么教训。俄罗斯和中国其实两个国家都是专政政府的这些国家，这个不意味着他们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觉得俄罗斯如果他们的政府崩溃啊，肯定习近平很担心他的政府也会崩溃。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看乌克兰说这个是个民主主义的国家，但是如果是在这儿有什么问题，他们变成一个专政的什么国家，这个意味着美国的民主主义的体制也会怎么说是崩溃的。所以他肯定会看俄罗斯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怎么打战，他们肯定会学习什么教训，因为这个是中国的文化，他们他们分析不同的战争，他们会看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好处啊。但是不是他们会觉得因为俄罗斯打得不好，这个意味着中国也会打得不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怎么看待习近平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就是你怎么评估他？我觉得太可怕的评估他，很可能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你可以看他现在怎么控制中国的社会等等我们知道在中国内不会随便表达你的意见，但是现在在国外，外国人、外国的什么公司、外国的什么政府，他们表达习近平不太高兴的什么意见，他们也会付比较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是不评估他吧。好，我知道你不会去太多的评论美国国内政治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知道，很快的就是台湾会1月份就会进行这个大选。那你觉得这个大选对美中台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我知道就是说这要看谁当选为这个台湾的下一届总统，对吧？我觉得你可以很容易的预测会发生什么事儿。是吗？那你的预测是什么？对，就是现在很多人觉得拜登、习近平有会晤，然后他们会恢复中美关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是暂停的，因为台湾有大选，DPP 我觉得会胜利。如果他们胜利的话，第一个演讲inaugural speech， 他们会总统会说一句中国不喜欢的话，然后中国会派军进行什么大的军事演习，然后美国会反对，中国会再切断交流呢。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建立什么交流，会是暂时的。目前美中之间这样的一些和解也好，或者说达成的一些协议共识也好，可能会因为台湾局势的一些变化而只是成为一种暂时性的一个结果，是吗？对，就是暂时性的一个结果。好。
非常感谢。不用，谢谢。